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2月初4，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关心上新的消息。在菲律宾的马拉维一间大学的体育馆，昨昏早起举行比赛的时阵，常常发生爆炸，造成至少4个人死亡，50个人受伤。当局研判是立场较歪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发出恐怖攻击。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仕是大力批评。那教宗方济各嘛讲，要替这个事件的受害者来祈祷。受伤的人一个一个互人摸出来，嘟嘟车已经停伫咧门口，机动性协助救援。有人规身躯无力，有人被炸甲肺巴刺糊糊。大家拢无想到讲，只是来参加弥撒，咋突然间发生爆炸？等到人情绪白酒天气，看到家己是倒伫咧病院内面。Una po, nagkakanta na kasi kami tapos yung iba na, yung paglingon sa likod is yung iba yung nakahiga na lang sa nakahiga na sila sa sahig po ba? 发生爆炸的所在是明达纳河州立大学的体育馆，警方已经全面封锁进行调查，加强维安。初步看起来是恐怖分子用简单的爆炸装置或者是手榴弹攻击，伫咧前几天菲律宾的军事攻击，拍死11个菲律宾南老伊斯兰国的反政分子，无排除是这个组织要报复。Terrorist activity to foment confusion, chaos is a prime indicia of a terrorist activity. 菲律宾将全面迎接圣诞节期间各地旅游甲庆祝活动，就发生意外。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仕强烈的谴责，批评向无辜的百姓动用武力是社会公敌。另外，教宗方济各也替事故受害者祈祷。Dove una bomba è esplosa durante la messa. Sono vicino alle famiglie, al popolo di Mindanao che già tanto ha sofferto. 菲律宾军方表示，已经下令加强收集情报，对交通工具进行更加严格检查，并且加派侦捕狗加人员巡逻，为国再互恐怖分子有机会。明达纳河州立大学也宣布暂时停课，另外则通知学生当时上课。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2024总统的选战，民进党赖清德甲萧美琴昨昏成立全国竞选总部，是请真侪外国媒体去采访。针对赖清德攻击国民党，讲因伤过瓦靠中国，侯友宜强调讲，希望两岸经济会当做伙发展。也那民进党郭文哲是去立委南北合作的台中，替蔡壁如徛台。赖清德，梦帅，萧美琴，梦帅。华港河也升级，民进党将副总统参选人赖清德、萧美琴全国竞选总部初三正式成立，包含总统蔡英文及党公职全部到场，展现大团结气势。大选气氛也吸引欧洲15国媒体组团来台湾观选。赖清德批评对手国民党侯友宜甲民进党郭文哲计图挖苦中国，是在行回古路。我们的对手都共同喊出重启服贸，他们一个接受9·2共识，一个高喊两岸一家亲，他们都想要让台湾走回依赖中国的老路。民进党现在不是还在越华的路吗？而且对越华的依赖度也没有减少啊。侯友宜没有走回头路啊。侯友宜就是继续走，让两岸经济大家都能够更好嘛。侯友宜甲赖清德互相批评，另外外团竞选的经费无够，经费无款状况无好。侯友宜坦白讲，在野党较辛苦，希望基层继续支持，以竞选小物件来无款。拼完17场各地造势，也那民进党郭文哲是到台中由党籍立委参选人蔡壁如的选情。这次应该是20几年来第一次有机会国会3党不够半，我也觉得这样目前整个台湾的政治灰蓝极绿，这个还是要打破不然的话，他永远在两极对抗的轨道。由国民党伫台中第一选区无提名立委，所以这区正侪立委国民党甲民进党合作的示范区，有作为国民党民意代表到场助阵。蔡壁如的竞选总部主委更加是台中市长罗秀燕。不过，伫国民党党旗红伞之下，前人伫郭文哲教会进前全部退场，出现共场无共台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前高雄市长韩国瑜昨昏去台东辅选，替党籍立委参选人黄建斌徛台。伊嘛答应讲会争取拍通国道6号，来改善花莲甲台东的交通。
国道6号打穿中央山脉进来，就是上花莲下台东，整个东台湾、西台湾就连成一条线，只有28公里。我今天从云林开车过来要5个小时，将来我可能开车1个多小时就到了。要发财，要赚钱，先修路啊！韩国瑜在国民党无分区立委排头名，当天下晡伫咧台东出席3场的竞选活动。伊讲未来会积极争取拍通国道6号28公里长的高速公路，为南投延伸到花莲，加上铁路的路网，互规个地区会当发展起来。那台中市市长罗秀燕嘛去台东替党籍平地原住民立委的参选人为人甲伊徛台。即马两岸的网友常常伫网络顶拍自信战，有一个若像是中国的网友，伊抛出真侪包括咱国空军的防空基地、甲飞弹的基地，而且甲部署虾米款的飞弹详细照片拢写出来。学者表示，虽然这拢是透过公开卫星的资讯来推测的，毋是讲真重要的军事机密，毋过嘛提醒国军都爱提防。两岸情势紧张，国防部初三发布查到共计4只、共男6只伫台海周边活动，国军严密监控甲处理。中共毋但派机舰侵扰台湾，也一直收集国军的情报资料，并且就有两方维持情报战。有网友伫面书粉专也上情报分析 IMT， 分享比对中共火箭军的子弟，引来中共注意。一个敢像中国网友用简体字来发文讲到空军防空甲飞弹指挥部新建立791路新竹关西基地。791路642营2连屏东万金基地，791路新竹湖口飞弹基地，点名各基地拢部署用利攻略飞弹，公布基地空照图、详细指标、飞弹发射车库，引发注意。特别的这个紧张情势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会做这个机动部署等等。那这是国军目前有的这个部署的方式。那现在很多这种小型的无人机，那这个在这个基地周边，它其实都完全无设防。那它有没有可能作为这个军事情搜的手段？这其实我们都没有办法知道。对民间互相公开军事基地，学者讲，双方拢是用公开卫星图的资料进行推测，更加机密的军事设施比泄露可能性较低。不过也提醒国军啊加强欺骗敌人的手段，尤其中共可能利用加开道卫星、无人机试探军情，咱拢爱有机动部署这反制手段。另外，各自的 IDF 战机近年来完成性能的提升，会用载这个万箭弹强化对地攻击。国军拍算强化以打击范围，展开挂载空射型用山飞弹的测试评估，规划加用山飞弹外边的两具加热气铁图，飞弹体也小可减重。等于说你什么都挂，就挂这2颗那个雄三飞弹上去以后，或可能再加挂一个自卫的这个缠斗用的飞弹，那你这个飞机的这个作战效益到哪里？它可以挂个这2颗雄三飞弹上，结果上去飞可能不到半个小时，飞机就必须要返航落地。那完成这件评估，会大幅增加 IDF 对中共军舰的精准打击能力。不过专家讲 ，IDF 挂载2粒减轻的雄三飞弹已经达到上大的载重，是不是影响作战成效，也要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台南以北拢是落雨天，咱做伙来看云图。今仔日台湾附近形成一个锋面，而且配合华南的云雨区，持续向东边行驶。全台湾水气较高，各地拢有可能会落雨，其中北部甲苗栗可能会上大雨。也若华东甲南部是部分地区会落雨，民众若是出门，都要记得带雨伞甲雨伞。也若温度的部分变化并无大，低温是17度至21度，日时台湾北部的高温是20度至23度。中部甲花莲是24度至25度，若南部甲台东是26度至29度。若到拜2、拜3的时阵，东北季风增强，北部的温度会阁降低，部分的所在会有短暂雨。拜4水气减少，各地会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若到拜5，东北季风会减弱，各地日时的时阵气温会回升。到拜6礼拜，北部甲东半部水气会增加。有局部的短暂雨，若其他的所在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行政院通过明年健保总额的调整，预算增加到8700多亿，比今年是加391亿。另外会动用健保基金43亿来补健保点数的价值。
不过外界惊讲，若是安尼会造成健保安全准备金提早用到大底情形。因为健保署强调讲，明年健保费率未受到影响。明年度的健保总额成长率会达到国发会协定的限制上最4.7%，预算金额是8755.33亿，甲今年比较加付出391亿。付费者代表不满政府在无法源支持之下，直接来动用健保安全准备金的43.3亿来拨补今年的健保点值。担忧，在115年调一般会议的时候，应该会调得很高，而且安全准备大概在116，甚至可能会提早到115年度就用完了。健保总额的成长率起码要到6% 以上。住院时间延长的问题等等，透过费用的这个健保支出的增加，我们才能够去解决这些民众健康的问题。伊家认为，政府的做法对着稳定医疗品质、降低医护人员的离职情形有帮助。不过，付费者代表是关了讲，政府动用健保基金来补这个健保的点值，会影响健保财源稳定，也无考虑到健保委员会意见，危害医疗生态加就业品质。未来万一健保安全准备金提早用完，是不是来起这个健保费率，都要密切来关心。健保署是回应，政府今年加入特别预算240亿到健保基金，是为了稳定健保的预算。明年健保费率未受影响。今年所支出的部分其实是来自于政府另外编列的公务预算，并不是来自于保费的收入。所以没有影响到这个大家的权益。对着健保总额调整，医界甲付费者代表是看法不同。不过，安怎来提升医疗品质，甲增加医疗韧性，除了经费补助，恐惊也需要其他配套的做法，才法度更加完善。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到今年10月为止，假投资早期财务损失有达40亿，创下新高。刑事局推出假投资汇款乱财计划，分析警示考察清查捌汇款，不过也无报案可能的受害者。执行了后发现讲，敢若有4成的人愿意报案。另外4成是知影去互骗大耳，不过也是无愿意报案。但若有2成，伊是坚持伊并无受到诈骗，是拒绝警方的协助。再来，咱来看《联合报》。美国今年10月份扩大管制外销晶片去中国。美国商务部后个月会派人来台湾，去新竹甲台南的科学园区举办说明会，要甲咱国制造半导体、设计 IC 材料甲设备等等的业者来说明禁令更新的细节。过来，咱来看《自由时报》。伫桃园中立的家乐福中关店，这间是开24点钟的。初三透早4点外的时阵，有3个少年人因伫内底乌白生火，因甲来打客户刀，提网仔水对火的方向转甲安尼转落，想要到方向发生大火。虽然火势伫咧昨昏早起8点外的时阵就拍花，不过这间卖场这几工仔无法度做生意，还有内底的商品甲装潢等等，因为火势造成相关的损失。若是论赔偿，这3个少年人这声恐惊是会赔一个真正力。最近这几年，愈来愈多人伫咧耍遥控无人机。交通部民航局按算要修法，放令14岁学生会当提早来学操作。若无人机活动申请的费用，嘛要照期限的长短分级来收费。期限3个月以内要收到8000块。这个消息一出来，是引起部分民众的不满。操作大型无人机伫草埔顶快速起飞，伫天顶展现精湛的飞行技巧。因为操作无人机愈来愈流行，交通部民航局要重新修正上路3年的操作无人机管理规则。草案包括甲无人机操作证有效期限为2年放宽到3年，学习操作证的部分申请年纪为即卖16岁降到14岁，互学生囡仔会当量早接触。无人机的教官也拢真乐观看待。
这其实就跟我们学习电脑技能一样，其实越早接触它的学习的方式，它会在大脑里面建构出来，它就是一个工具技能。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提早去训练这些。所以其实我觉得降到14都还不够。无人机教练讲，无人机的应用领域多元，除了休闲娱乐、空中摄影、场地探勘，阁会当伫各项作战任务担任重要角色。相关人才培育当然爱向下定金，不过草案当中嘛规划，加目前有效期限3个月的无人机活动申请审查费500块，调整为依照申请期限的长短分级收费，一礼拜内维持500块，不过1个月内调到2200，2个月4800，3个月爱8000块，起16倍，互部分爱算的人感觉无合理。我们再怎么算，其实这个波动的幅度都其实有点太夸张。你涨到一个程度之后，黑飞它的利益大于合法的状况之下，其实会造成失控的状态。一旦核准3个月期间的活动都要发飞航公告，航空公司跟使用这个空域的这个驾驶员是有一些困难。空域的有效利用为出发点。民航局是讲，无人机管理规则的修法一定明年7月7日上路。不过，这个期间会持续收集这爱算的人所提出的意见，卖个召开说明会，甲各界沟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以色列军方初三表示，因对加沙南部的军事攻击是袂比北部的力头较细，下令南部的居民赶紧撤离了后，就开始轰炸。即马烧战的范围是愈来愈大。美国海军驱逐舰卡尼号甲几啊只商船伫咧红海受到攻击。乌萨武装组织声称讲因有射飞弹，不过并不是针对美军。因以色列是讲商船的代志甲因无地带。伫加沙走廊南部暗时一直看到射过来火箭弹的光。以色列军方讲对这个区域的轰炸无丝毫进行伫咧北部的攻击。哈马斯表示，因为战术伫咧离南部城市甘尤尼斯差不多2公里的所在，甲以色列战斗，百姓讲会当听到坦克车射击的声音，4月拢有轰炸无所在味。大家担心冲突的范围恐惊会扩大。美国五角大楼讲，美军驱逐舰卡尼号甲几落大商业船伫红海被攻击。伊朗支持的也门事业派激进团体青年运动承认因有攻击2只船，掩过无攻击美国的军舰。مستمرة في منع السفن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من الملاحة في البحرين الأحمر والعربي حتى يتوقف العدوان الإسرائيلي على إخواننا الصامدين في قطاع غزة. ללא קשר למדינת ישראל. אני חוזר עוד פעם שיהיה ברור. ללא שום קשר למדינת ישראל. 以色列发动新一波的攻击，互犹原被抓去的137位人质的命运无法度预测。人质的家属希望以色列政府赶紧救人，惊讲时间的无够。以下停火协议破裂到即马，以军已经伫咧加沙发动超过400遍的攻击。哈马斯是讲，因有对特拉维夫顶几落的城市发动火箭弹的攻击。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伫咧杜拜联合国气候峰会谴责以色列，讲虽然以色列有自卫权，但过袂当伤及无辜的百姓，造成大量的死亡。加沙卫生部表示，自10月初7到即马，当地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5500人，其中7成是妇女加囡仔。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再来看，伫法国巴黎当地初二暗时啊，有一个那像是伊斯兰教禁主义的查甫人，伊举刀啊、甲钢槌啊攻击外国游客，造成一个人死亡，一个人受伤。另外，伫巴基斯坦那像一个武装组织对一台巴士开枪，造成车顶至少8人死亡，15个人受伤。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头前的街仔路旧封锁线现场个远景客情隔壁意外个发生。当地初二暗时，一对外籍游客翁仔某伫附近的格勒内尔码头受到不明的男子揢刀攻击，造成其中德国籍的男性游客死亡。Paris, un homme s'en est pris d'abord aux alentours d'un petit peu plus de 21h entre le quai de Grenelle et Bir Hakeim, un couple de touristes étrangers. Un touriste allemand né aux Philippines est décédé par des coups de couteau. 法新社报道，嫌犯互警方抓到了后，捌发出真主是上伟大的。伊伫警方抓捕的过程，佮用钢槌攻击2名路人，造成其中一个人目睭受伤，佮一度骗讲家己的身躯有炸弹，想要逃离警方的抓捕，一直到警方开枪，甲伊压制才抓到伊。
警方调查，嫌犯是26岁法国人，因为有精神疾病，加上技术是这件伊斯兰主义者，获得你警方的注意名单。但是犯案的原因该进一步调查。镜头跳去巴基斯坦的北部，当地车里发生恐怖攻击，一台有载乘客巴士经过切拉斯丁，雄雄受到武装分子攻击，造成真侪人死伤。बस जो की थी ना जिन साइड खिरिन साइड आसपास रोड के साइड से ही किया है लेकिन बहुत फायर कम नहीं 200-250 फायर。当局调查了后，发现亲手是伫附近的山区向巴士开枪。警方接到消息，赶到现场，紧急甲病人送病院治疗。因为暂时也阁无武装组织承认犯案，警方该进一步追查相关的事情。国视新闻台是唐平佑。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菲律宾南部的海岸最近真正发生地动，初日暗时10:37发生规模7.6的地动，造成2个人死亡，有楼厝倒去。初三6:35的时阵，附近阁发生规模6.6的地动。今仔日透早阁发生6.9的地动，还阁有真侪假的遗迹。根据法新社的报道，东非的坦尚尼亚这几个礼拜受到大水河的侵袭，做大水。地方的官员伫初时表示，北部一个庄仔头因为做大水引发水动山，造成至少47个人死亡，85个人受伤，而且这个人数要持续在增加。再来关心日本禽流感的疫情，从11月25开始了后，就小连续爆出来。根据日本媒体报道，到初三为止，已经发生第4例禽流感的疫情。相关单位为了要阻挡疫情扩开，把龙天岛的一间饲鸡场23000只的鸡甲处理掉。目前包括佐贺县、基玉县，还有龙天岛，县政府一礼拜左右的时间是杀超过7万只鸡。镜头转来咱国内。初二，屏东东港迎接大甲妈示警，想要到下晡煞是传出示警的工作人员，那亲像是食物中毒的事件，拢总74个人送病院，目前还有1个人咧住院，2个人留伫病院观察。屏东卫生局初步调查，这段期间食的物件是真侪种，包括饭、汤、沙西米、甲肉丸等等，已经甲相关的检体送去化验，要来理清这个事件的原因。屏东东港地区热烈迎接地方的盛事，台中大甲妈100年来头一摆南巡屏东，拜6、3000人来到东港，高良宫也以上官规格迎接大甲妈祖的圣驾，现场是人挤人。不过，盛大活动却是传出疑似食物中毒的事件。屏东县卫生局伫3下晡4点外接到病院通报，有了警的工作人员陆续出现脑痉肝、脑吐瀉症状，总共有74人送病院。经过诊疗了后，其中1人住院，2个人留院观察。是中午啦吼，这个饭汤可能有的咱中部有的较袂下，是啥物吼？将近差不多有60几个，我嘛有跑去病院，拢甲因关心。助病患摄食食材多元，以采集制作食材的环境检体及人体检体，送相关单位检验。初步了解，工作人员伫路途也是乡客大楼内底，不食沙西米、饭汤、肉丸甲爱椒啊、仙草这食物了后就无爽快。屏东县卫生局已经展开调查，并且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到现场来卫生考察，进行环境检体的采样，要来调查食物中毒来源了后，也尽快完成调查公布。记者孙宏报道。初日时阵，伫咧国道3号苗栗通宵的路段。那像是台电的外包商，伫咧换高压电台电缆线的时阵，结果电线煞是垂落来。高速公路顶悬双向的2台车是去交着电线，甚至拖行，造成严重的车祸。这个事故当中有7台车受到牵连，而且造成1个人死亡，4个人受伤。台电是有赶紧出面来核实的。因那高公局讲，这个施工并无经过核准，嘛无通报讲要作业，所以来因会来追究责任。警方来到苗栗后场的4名园区，除了对着罹难者进行凶案，嘛对着台电的包厢甲相关的人员询问了解案情。而看到意外驾驶讲起事发的经过，也是非常惊吓。这官板就开始飞了，飞完没多久，钢索就来了啦。打到你车子了？有啊。
代志发生伫2号上午，国道3号148公里处，苗栗通霄路段电缆线落伫咧国道顶悬，南下方向的厢仔车搞着，弄起咧分隔岛。不过北上方向的连接车嘛搞着电缆线，甲这条缆线往北来拖行，而电缆线安尼一扫。东光办整排被切断，农总7架大小辆车辆被波及，还佫造成1死4伤。是不是没接到通知？现在外面说你没接到通知就先行施工了，有这种情形啊？会不会对你感到不公平？承包商无愿意加讲话，而台电表示，这架工程是台电的承包商，当日施作高压电塔的线路。通宵甲帮里段经完工程，依次8号甲9号电塔的电缆线断去，缆线断去的力度真强，一边拍着大一线136公里处，另外一边是落伫国道3号，引起意外事故。台电嘛表示将会厘清疏失。它断裂就有点类似我们橡皮筋，如果突然崩断的话，它就会往两边甩嘛。所以它一边就会往影响到9到10，一边就会影响到7号那边。原则上施工不在高速公路的上面，所以高工局有说，它上面施工好像台电没有经过核准。台电表示工法并无问题，不过强调施工进程有向高工局来申请以及会勘，强调会负起相关的责任。不过对此高工局表示，台电施工的相关申请计划还未核准，嘛无通报施工作业，将会对其违反公路法等相关的规定。记者苗栗采访报道。第一家己昨日有一台粪扫车的车斗熊倒火，司机是赶紧把粪扫拢拼出来，加在尾手是顺利把火拍花，无人受伤。像个对即嘛按算要来调查是虾米人无好好分类，乌白甲会倒火的物件等落粪扫车内底，而且嘛拍算要来讨赔偿。好危险呐！粪扫车后壁煞出现大火，不过上早引起火的所在是伫粪扫车后车道，驾驶把车顶的粪扫倒出来，避免火烧车，嘛通报消防队。垃圾车人员在运垃圾的时候，听到有异音，下车查看，发现垃圾有起火的情形，那他们很机警的、迅速的将垃圾推放到道路旁边。那现场没有人员伤亡。你家客人家，我唔知影讲是，可能有附近的居民还是啥。火真紧拍花，无造成人员伤亡，倒火原因爱搁查。初步怀疑可能是危险物品无分类，等入去粪扫车，烧煎了后产生火星。嘉义市清洁队是讲，迄天是民众预约清理大型粪扫，派2台车到场。第一台先载走大型家具，留一台一般粪扫车收粪扫。除了预约的民众以外，附近的民众嘛是同齐来倒粪扫，爱查清楚可疑的物品到底是啥等的，嘛会看粪扫车毁损状况，考虑是毋是求赔偿。咱伫遐收的啊，无袂记分类吼，甲我较早还有一寡迄个啥类似打火机，也是一寡物件吼。去年1月，新北市原来有民众将雅士管啊当作一般粪扫单调，致使粪扫车伫咧扫的时阵刷爆炸倒火，造成2个清洁员受伤。高雄市环保局嘛做文宣提醒民众，亲像锂电池、灭火器、粉啊的物件，也是高压干啊管啊，这种的危险物品，唔通直接等入去粪扫车，尤其是电池类，较会引起火灾，所以民众一定要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看台东的绿岛。这几天啊，那像是有船啊偷排放垃圾油，地属油啊湖的烟花是出现真侪、真大片垃圾油的污染。目前公所是出动30个人，赶紧来处理这垃圾油，所来嘛来追查这污染是为倒位来的。伫海外大桥顶面拢是真高真黏的乌油，台东绿岛东北方的油湖区域，测验方发现有真侪乌油，影响范围差不多50公尺。油轮啊，或是货轮啊，偷偷的倾倒这个废弃的那个油啊，休眠效果不彰，因为它因为泥固嘛，凿子把油污调到桶子里。差不多6、7年前抓到那一条油轮，然后离这个国际法。然后可能有赔。乡公所推测是国际专家偷排废油，随台北季风漂流像花。离洪污染的所在主要集中伫大桥较低的所在。乡公所动员30人来清理，环保局也会增派人员来支援，有够爱1礼拜才法度处理完。
看起来那个油污是比较偏向重油，因为它有点就是稠状。如果是以螃蟹来说的话，它可能没办法呼吸，就可能导致它死亡。沾染到珊瑚的上面的话，可能会导致珊瑚白化，然后甚至导致它死亡。就是它的恢复的状况关系到我们，比如说我们清除的干不干净，跟一些这边海流的状况。环保局呼吁民众甲游客暂时莫去游湖，并且讲因为海流影响作业的进度，所以讲游也未完全清除。也若假期会发生，国际船只经过外海时排放船顶废油的状况，即摆海平又搁互乌油来污染。伫加速清除的同时，也会同警方来修正。若查到相关造成污染的事实，会依照海洋污染防治法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前几天有几10个民众走入去高雄小港的大南部，内底南青计划海环禁区，要去遐钓鱼啊。可能是因为当地生态较丰富，加上最近白鱼是当钓时，才有袂少民众想要去遐钓鱼啊。不过警方讲，这个禁区若是无申请，就袂使入去，嘛袂使去遐钓鱼啊。那违者会罚600块至3000块，也若警方嘛会加强处理。1号半暝规定奥多摆车队向前徛，真侪人身上拢排着钓具。奇怪的是，后面阁有警车伫咧处理。现场伫高雄小港区大南部南星计划海环禁区，原来徛倒摆的人拢是钓客，为着要钓鱼啊，撞入去禁区。可能那边会有风波浪哦，还有一些那个大浪哈，可能将它卷入大海啊，那对生命会有极大的危险。警方表示，因这种状况1号、2号拢有人检举，已经劝导超过30个钓客，嘛强调只要围篱围起来的所在，就是管制区，无申请过袂当入去，嘛袂当钓鱼啊。违规会当罚600块到3000块。当警啊，甲封起来，因就讲啊封，因为就我坑3、5成群安尼啦，破房啊，破房啊的啦，你乌坑啊，破房啊。因为像现在白带鱼多嘛，晚上都破百，就政府就喜欢把那种明明让你在钓鱼的地方搞得不能钓。上午前往禁区外围，也是有壮烈的民众为内底要离开。民众讲当地的生态真丰富，加上高雄会当钓鱼的合法区域无济，才会入去。但是高雄港务警察表示，禁区就是袂当钓鱼，呼吁民众前往邻近一位合法的区域来钓鱼。若看到无要改善，一律会以上当3000块来开罚。记者王刘天明交款高雄报道。在南投国城北港溪，最近出现真大棚的河流，短短1点钟内就会当浮到30多斤。学者讲，这种河流大部分拢是人工饲的，若是乌白放生，恐惊会破坏生态。官府嘛讲会做调查，若违者上当会罚10万块。民众伫溪内凊彩估一个拢是体型大尾的河流，石棚内也阁有溪底四个拢是。不过，遮尔侪河流，哪会同时出现伫同一个水域？民众担忧可能有人放生。我来种来放生伫咱台湾宝岛，然后它又活不下去，它又死掉，又破坏生态。如果它活着，又挤压到原生种的栖息地。爱钓鱼的民众最近伫南投国城的北港溪甲乌溪角界发现大阵河流，提网啊凊彩估一个1点钟就会当估到30大斤，而且即马是大水期，东北季风已经来啊，水温降低，估起来袂少已经死严严啊。学者是讲，即种是属有真结块的河石河流，虽然大部分拢是饲的，不过原来有可能帮助寄生虫受惠。它养殖的这个过程啊，往往会有寄生虫，这个寄生虫呢会传染到河里面，到其他的鱼的身上。学者是讲，放生行为也有可能会让食物链无平衡，环境也有可能受到冲击。县政府表示，热作特定团体也是行为人要放生，爱先申请，即马要来调查到底向放的。你说冬季的它的一般河流它的水量比较少嘛。那它就比较不适合你一下子放出这么大量的那个泥鳅，这个是不好的啦。南投县政府是讲，因为放生是影视的河流，不是野保法也是动保法适用范围，会当依照违反南投县放生保育处理条例，罚1万至10万块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溪仔一年产量有4万多吨，是全台湾上大产区。不过受到气候暖化影响，今年产量是减2-3成。不过嘛，因为雨水较少，今年的甜度是加真悬。一箱一箱的鱼仔摆伫刀仔顶，评审根据外形、重量、口感甲甜度来拍分数。
今年台中的起亚评鉴活动，拢总有61组参加，品质拢真好。尤其最近中部较无好，有袂少组伫甜度这项拢得到满分。颜色都蛮漂亮的哈，现在这样吃起来，品质都算水准之上，都不错哈。那可能就是中部地区，其实最近这1个月雨水相对比较少，所以糖度也都有拉上来。一种对农民一种鼓励啦，哦。一种荣耀啦，然后这种有迄个荣耀啊，明年会更较认真的啊，系啊。台中有2700公顷的地咧种起亚，年产量有4万多吨，是全台湾上大的产区。不过这几冬寒冷较温暖，整体产量减2-3成。啊，那内产的起亚就较稳定啊，所以今年的排名嘛出现变数。和平区第22班。因为今年天候比较不顺哈。梨山那边比较正常啦，这边量有少了一些所以今年的甜柿价钱都比往年高个2-3成。甜柿的部分，我们是以花玉熟啦、富油这个品种为主，尤其是富油是现在正在产期。海拔悬、温差大的所在，种出来起亚更较好食，所以今年评鉴的前3名拢靠山区、和平区总毛走。台中市逐年拢会办比赛，互农民互相交流。这阵起亚当着时，农业局嘛和卖场合作，伫市面咧卖，民众想要食就爱趁机会。记者综合报道。伫台中雾峰的一个农场，有一种梅农，因是用温室栽培，一丛敢若种一粒，来保证每一粒果子拢得到上好的照顾。上场的环境嘛真讲究，咱做伙来看卖。农民伫果子园顺头看尾，真认真咧顾这的梅农，就是希望每一粒拢会当圆嫩嫩、个把水。这款有特殊的香味，名号做香灰的梅农，是农试所用10年培育出来的新品种。伫台中雾峰的这个农场，透过温室栽培的方式来种植。我们这个叫温室，跟网室不一样，它差别就是外面有一层卷梁，可以隔离一些细菌什么进来，比较能够控制病害跟虫害，因为虫不容易进来。详细甲看，会发现每一丛拢敢若种一粒梅农，种的位也拢真讲究。这是为着要互营养会当平均分配、充分吸收，就连通风、曝日嘛要控制，才会结出好的果。我们是一株一果管理，因为它的植株距离很短，你如果留太多颗，它的颗会变很小。但是如果你太大的话，你要买的人可能要看状况了。春跟秋，它就少雨少风，尤其是秋天最好种。它的收成也最好，瓜型也最漂亮。台湾的气候较湿热，经过改良了后，这款梅农也已经适应，收成的时间就较袂受到限制。今年佫加强栽培管理的方式，互5分地生产面积嘛会当有9成的收成。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华大川乡即马当咧举办世景的活动，庆祝建乡300周年。即个邀请高雄市武行文化资产大牛线的保存者李伯达老师，也有表演团体做伙来交流，要同齐推广这个传统的表演艺术。气势十足的大牛线表演，有开大小门、前后挂、对接等等的脚步手路。中华县大川乡为着庆祝建乡300年，举办大牛线基地交流活动，邀请各县市的牛线团来表演。乡内嘛成立牛线团，要来推广这项表演艺术。自从咱今年的3月了后，咱就要来推动着咱的大牛线这个艺术，所以咱请到咱李老师、李波达老师来教着咱各乡庙这个青年，来把这大牛线这个艺术，让传统会当传授起来。台湾庙会定定看到的牛线有开路辟邪意思。高雄市武行文化资产大牛线保存者李必达老师表示，100多年前大牛线表演，台湾各地头拢有，但是即阵渐渐稀微，已经真罕咧看。伫咱目前的庙会，较少人咧用，阮即摆伫遮吼，咧认真咧推广，要互咱台湾的本土文化搁会复兴啊！希望讲将这个大牛线这个技艺传来咱中部、咱中华遮，变成恁在地的一个
文化特色。李必达老师表示，伊10多年前开始推广打牛线，加入武术套路，发展牛线阵，培养牛线手。即阵伫偏湖、高雄、新北市拢有牛线团，嘛希望透过交流活动，有更较侪人看到牛线表演，继续发扬这项本土表演艺术。记者杨淑成综合报道。嘉义的三脉洞推广布袋戏已经有15年啊，团队内底有少年辈为头起生袂晓讲台语，到即马会当成立布袋戏团，而且即届结合掌中戏甲金光戏，办布袋戏的嘉年华活动，表演是真声人目。是台湾的布袋戏，台湾布袋戏的演变是安怎来？要安怎操作布袋戏吼？少年师傅透过演出的方式，紹介台灣布袋戲的演变。嘉義縣的布袋戲推廣團隊三脈堂佇面向表演藝術中心舉辦布袋戲的活動，那展覽因的作品，即屆佫配合掌中戲甲金光戲，呈現豐富的內容。因為翁仔足細身呢，因為講若是講傷粗魯，伊會講無是嘅優雅，所以講咱就是愛教人仔撩水去看伊的身段。配合着即個金光變景模，吼，還有即個夜光、即個夜光的即個效果，吼，這是。甲外台的即个布袋较上大的無共的所在。兩位少年師傅為國上5年的時陣接觸三脈堂的布袋戲，各位志剛開始豆學功夫，經過10多年的時間，即馬唔但會曉演出設計翁仔，閣成立布袋戲團，要來推廣這個文化。較早台灣上重要的即個布袋戲的改革，是佇即個內台金光布袋開始發揚光大的。因為小朋友較少接觸到這款傳統的布袋戲，想要講互因介紹講，其實布袋有分足濟種，毋是講只有講別口看到，還是電視看到呢。因兩個人因為從細漢就是攏看布袋戲，對阮鬥陣演出，所以佇台語演出的方面完全無問題。有當時因佫會學到一寡新的其他俗語，佫會甲我教。兩個少年人因為布袋戲。為一開始袂曉台語，到即馬會當完成演出，甚至閣成立布袋戲團。三脈堂講，15年的努力，第2代的成員已經豆豆獨立。希望少年人的創意會當互傳統的布袋戲有更較好的發展。記者林慧婷嘉義報道。真濟國家攏真積極部署登月計劃，也閣有太空的探索。不過，從過去到今，人類製造太空糞掃的數量是已經超過咱的想象。在太空糞掃，若一粒無細緻，都會甲衛星拍燙過，是真危險。即馬英國研發偵測殘骸系統，希望掌握太空糞掃的動向，來確保安全。人類就是宇宙正大攏無得咧注意，不過即馬地球的外圍是已經有真濟人類所製造的太空糞掃。歐洲太空總署根據數據模型，有個地球軌道附近大細超過0.1公分的殘體，數量超過1億7千萬，1公分以上的至少有70萬個。0.1公分就敢若一隻狗仔這麼大，聽起來敢若無偌大，不過伊若是用24000多公里的時速佇咧太空中亂飛。弄到的威力差不多稱之的10倍，若去弄到人造衛星加太空飛行器，傷害是真大。The simple answer is yes, it's dangerous. Yes, it's getting much more dangerous. So it's an exponential problem. Debris generates more debris, where pieces of debris start striking other pieces of debris and they splinter and create more and more. 美國亞利桑那大學天文教授英培喺8月底一篇文章講，登陸嘅研究太空任務所產生嘅糞掃無任何國家出面處理。主要是因為聯合國喺1967年生效嘅外太空條約，加1979年嘅月球條約有關係。內面規定月球嘅資源加外星體探測無屬於單一嘅國家，每一個國家攏想要進行太空探勘，不過對糞掃嘅問題攏無人插，也危害未來太空探測計劃安全性。在這馬地球天頂有差不多7700粒衛星，因為 SpaceX 民營發射技術愈來愈進步，2027年之前又會增加幾多萬粒用在咧網絡通訊、氣候加農業監測嘅衛星，所以地球軌道太空糞掃嘅量會愈來愈多，也增加破壞衛星設備嘅可能。對愈來愈多太空糞掃，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 FCC 開第一槍。針對衛星服務商 Dish Network 無合法處理殘體，開出第一場太空糞掃罰單，罰金差不多是大票490萬。
目前1公分以上的太空粪扫会让人类大家卫星进行追踪侦测。英国的奥丁太空新创企业对卫机测相机研发出装伫咧卫星顶头的轻量探测系统，讲会让侦测到0.01公分飞正紧的太空粪扫。侦测系统的原理是伫卫星外口面板装感应摄影机，根据弄球所产生的声波震动，侦测整体大小加飞的方向。As debris strikes these panels and passes through them, and then we have these sensors on the corners of these frames that listen to those vibrations, and then we look at that data and we can analyze that data to tell you how big the piece of debris was, how fast it's traveling, what direction it's traveling in. 一款有感应器的面板会让装伫咧其他的太空船或者是卫星串联的感应器网络，就让提供轨道环境的即时状况。奥丁伫咧6月把第一批感应器装伫咧意大利的小型卫星发射器，怎么正伫咧轨道杯？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有一定环保人士甲专家，因按算要用2年的时间，坐古早的荷兰帆船，照英国的生物学家达尔文的路线来研究海洋环境甲生态。飞越过大西洋了，达尔文200全球航行探险队来到上重要的一站——里约热内卢。英国的生物学家演化论的创立者达尔文，伫19世纪时阵得到英国皇家军舰小纳肯号出发，进行5年的科学考察之旅，有真侪新的发现。200年了的今仔日，一定环保人士甲专家坐着105年历史的荷兰帆船，进行2年的全球航行。The objective of this is to train tomorrow's best young conservationists. So we're looking for people at the start of their careers, roughly 20 to 25, to change the world of tomorrow. 得到达尔文的脚步，达尔文200全球航行探险队总共会停留32个港口，研究当地海洋、珊瑚礁、海藻、海洋等生物甲环境。Esta experiencia va a ser súper desafiante porque yo vengo del área de los mamíferos marinos y de la oceanografía física, entonces ahora voy a tener que aprender y que está súper bueno como sobre estos corales invasores, sobre tortugas marinas. Así que estoy súper entusiasmada de aprender algo nuevo y de aportar desde mi disciplina, ¿cierto?, a esta problemática y aprender de los colegas de acá. Overfishing has completely depicted our fish stocks in the ocean, so the more we overfish, the less food there is in the ocean for animals like whales. And marine traffic. There are way too many boats right now all around the world traveling and causing an excessive amount of marine noise and collisions at times with whales. 达尔文200全球航行的目的是要提出解决的方案，追踪气候加海水的温度，调查全世界冰冷危险物质加塑胶微粒，也计划一个几路的访问的地点，种几路青藏的树啊。计划创办人麦克弗森讲，在航行的2年内，所有的实验、研究项目加讲座的活动，拢会向全世界直播。公司新闻新乐配编辑。即马饲动物伴的人是愈来愈多。在意大利的首都罗马，有一间专门服务狗的餐厅。餐厅内底料理是照狗的体重，大细份有分做4种，而且有鱼有肉，嘛兼顾营养，是啥袂少爱狗的人去遐交关。餐厅总铺西列内是一个用鸡肉、米饭加菜色参做伙的健康料理。一捧出来送到人客面头前，因一个一个拢赶紧起来，行到碗头前头咧咧大食。这间伫罗马米尔维奥旧区的美食餐厅，开幕到即马才短短1个月，名声已经伫爱狗人士之间传出来。伫平常时暗时，差不多有6到10个顾客上门。伫周末是有鸡狗10到15只狗仔拢来食。È molto buona anche perché quando andiamo ai ristoranti con lei poi vuole sempre anche mangiare dai nostri piatti, quindi così è tutto più comodo. 虽然讲主讲的是狗仔，啊，毋过食饭气氛一门都无共。柔和的电火，轻松的音乐，狗仔坐好了后，服务生马上向前来问，是要白水卵掺豆仔酱，加cheese开灰，也是简单的鱼肉掺cheese加节瓜。若喙焦用先来1点仔，热红果、西瓜汁，或者选择来啊草鱼、金蕉做成的水果盘。菜单顶悬的物件是根据狗仔体重有无共款的分量。而
2到10公斤左右是 S，11到20公斤的狗仔选 M，21到30公斤的大型是选 L， 超过30公斤的巨型狗仔就用食 XL。准备过程备料可能诱发过敏的食材，佮有专门为狗仔煮的鱼料理。收费标准是照狗的大小来定的，为8欧元到20欧元，相当新台票280到700块。È stato creato in modo molto simile a quella dell'uomo, no? Un po' una composizione che chiaramente abitualmente noi possiamo mangiare e chiaramente abbiamo cercato di insaporirlo tramite chiaramente senza spezie, senza sale, senza oli e quant'altro, cercando di renderlo più che mai un pasto un po' bollito per poi riproporlo in una forma un po' gourmet. Quindi non ci aspettavamo questo boom sinceramente e ci stanno chiamando veramente tantissime persone di Roma e di fuori Roma, quindi stiamo avendo un grande successo proprio a livello nazionale. E siamo ovviamente stracontenti e siamo contenti di poter offrire questa esperienza ai nostri amichetti a quattro zampe. 人有庆生自产的需求，狗餐厅也提供同款的服务。陈光明本来就食鸡卵糕，暗过寿星专属的乳酪饼，加瑞克塔起司，加苹果，包装真水的生日礼物。这一天进门的寿星鲁比，伊收到是一罐护毛素。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天气报你知，咱做回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1度；东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7度。咱来看广岛地区14度至23度。这两天较会落雨，民众若出门会记得早雨抹或者是雨伞。感谢大家收看今仔日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